因为4个月文化局无阻，包括现在文艺界人士一直跟我问，我们的孔庙的执行长明明你们已经内定人选了，到现在没消没息。台南市文化局进行业务报告，才上岗第5天的新局长就到议会接受震撼教育，就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毕竟虽然说可能在这之前做了一些准备。但是面对不同的一个问题，如何去进行它的垂直横向的一个串联，这个部分其实还是需要再继续加油。文化局长黄雅玲长期参与文化艺术设计以及文化资产的相关专案，经历相当丰富，市长黄伟綽高度期待。我们一直定调就是整个台南台南就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博物馆。那在城市博物馆的一个概念之下，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做了很多策展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怎么去进行分区主题的一个探讨、议题的抛出。台南是一座文化古都，有着上丰富的历史。伊表示，未来市政将以文化地理4.0为愿景，持续深化文化资产保存甲活化，也阁要加入科技甲创新元素。不过，现主时爱先面对今年府城建成300栋，主视觉300跟台南400差那么多，建成300年，这句话对他来说有这么困难吗？至少整年度的预算跟经费，不要让我们觉得说，做了。然后呢，办得四不像。这部分我们其实还是会持续的来进行后续工作的一个推动。不管是议员所关心的在地传统文化保存，也是文化政策上的推动，拢考验到台南市的文化局长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